咱要来请牧师来给咱证道。今仔的题目是保罗人生的抉择。今日唱歌，老爸欢喜无？哎哟，啊！上帝今日唱歌，上帝欢喜无？哎呀，感谢主，互咱今日真欢喜，会当自集伫主的面前。相信咱一定拢是动作真紧的吼。甲边仔人互相甲请教一下，讲恁兜款好啊未啊？甲讲一下来。标准的答案是啥？讲未款好嘛，爱来做礼拜，这是标准的答案。虽然讲有时阵咱因为一寡情形真正无用袂过来，但是无用袂过来的时阵，犹原有一项真要紧的，就是咱要来条件上帝。囡仔有时阵学生嘛是会读册读袂了的时阵，对无？学生读册读袂了，要安怎？嘛是先来敬拜上帝，才来读册。上帝会稳定教育咱用。当咱若是咱的囝儿，若是离开了主，就算伊有法度将册全部读了，你感到满足吗？你的心内感到平安吗？求主帮助，互咱真正每一日有一个要紧的选择，就是来亲近咱的主。咱三甲来祈祷。慈悲的天父，我要感谢你。今仔日是旧历年的最后一礼拜，互阮会当伫即个起居换新的时刻来思想，来调整阮的脚步。求你帮助，也愿你施阮祝福，互阮伫今年的新春的假期，也会当伫你的话内面，也会当甲兄弟姊妹、甲亲人朋友聚集的时。拢满有主你的香味，也为着阮的亲人亲族来祈祷。有的亲族虽然早前来敬拜你，但是信心渐渐冷淡，也求主你帮助，互阮伫这新春的假期互相交谈、互相交陪的时，有主你的疼伫阮中间来引带阮。愿每一位亲人朋友拢会当搁一遍。有这个信心来跟对你，搁一遍来跟对你，领受你的疼。阮感谢学到你，将今仔日阮的信息仰望伫你，求你对阮讲话，光照阮的内心，互阮通跟对，互阮通认捌。阮安尼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人的一生常常因为认捌耶稣，有180度的转变。我相信这也是咱在座最人的体会。今仔日咱要讲到这个使徒行传内底，讲到第9章开始，有一个讲到重点伫一个真要紧的人物，伊的名叫做扫罗。咱嘛知影伊有另外一个名，后来伊的名圣经甲伊称呼做保罗。伊早前当伊还未捌耶稣的时阵，伊是一个真认真来迫害基督徒的人，但是当伊来认捌主耶稣，伊人生有一个真大的转变，甚至这历史学家也公认，伊会当讲是对初代教会发展影响上大的一位使徒。伊常常告别一项的事，就是耶稣才是伊的人生至宝。这个转变有大无？各位兄弟姊妹？非常大，对无？以前是专门掠基督徒的，今嘛颠倒成做一个传扬基督徒、传扬基督，甚至愿意受鞭拍、受掠的一个人。这个转变的过程，就是咱今仔日所要来思考、所要来看的。伫使徒行传讲到，当初代的教会拄着大迫害。一个大迫害上具体的开始，就是初代教会的祭司司提反。当伊受掠，甚至受殉道的时阵，遐个用石头来钉伊的人，咱顶礼拜有讲到，伊牺牲了伊的性命，用石头钉伊的人，将衫藏伫
一个少年人名叫保罗的脚前，这当讲是圣经第一遍保罗的出场啊。保罗的出场其实佫真无好看，对无？真无好看，因为伊的出场就是伊伫遐见证即个一位耶稣基督的门徒受拍的时阵，伊伫迄个所在顾衫，意思讲恁尽量去拍，恁尽量去做，恁的衫我会甲你好好顾掉咧。所以伊也是参与伫迄个当中，参与伫即个犯罪内底的人。对当开始，保罗毋但是伫迄个所在顾衫，伊的角色佮转变一个主动投入伫迫害教会的一个人，伊将所有信即个道的抓起来，关落伫家的内面。保罗伊的背景是啥物呢？保罗为虾米伊会做这样安尼款的决定？伊会成做即款的人？原来伊是细汉的时，伊就是伊的成长的背景，就是伫旧约的律法内底、犹太的律法内底，真认真的教育内底，甚至伊后来也成做一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伫犹太人内底是搁较认真的一群，甚至伊伫一个真出名的学者叫做加马列的门下来受教，所以保罗就这个犹太人来讲，伊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因为伊是一个真认真的人，伊也真热心，毋但伊有真好的知识，而且伊也真认真来做。迄个做就是来迫害教会，迫害耶稣的门徒。但是这个虽然是安尼，但是上帝敢有放弃这个人？上帝敢有放弃这个人？无放弃这个人。各位兄弟姊妹，有可能你嘛会拄到真认真迫害你信仰的人，真认真否定你的信仰的人，但是毋通袂记住，有时阵上迫害福音的人，有可能成做迄个高举耶稣的人。咱做伙讲一来，上认真迫害福音的人，有可能成做高举耶稣的人。来，请。伤长对无？啊，哪会遮长安尼哦？上认真迫害耶稣的人，有可能真做是一个上高举耶稣的人。有时阵伫你的环境内底，迄个上压迫你的，颠倒真做迄个后来真做伫你的福音内底上大的一个谈判。我的国中的老师啊，我的国中的老师。伊是一个真认真的佛教徒啊！最近伫网络顶面甲联络着啊，联络着。但是我对我老母的迄边的消息知影，伊是一个真认真的佛教徒，甚至伊的查某囝甲我是同年的啊，虽然无同学校，同年，但是高中考试的时阵啊，阮妈妈伫迄个所在为我祈祷啊，每一遍要入去的时阵，阿伟来。啊，祈祷求主互我开力，然后就去伫内底准备。然后我的老师伊伫迄个所在就念大悲咒啊，大悲咒伫迄个所在为着伊查某囝祈福哈，这个祈福啊，加天开力安尼啊。当然是后来是我考较好啦，啊，真正感谢主，这嘛毋是我通夸口啊。但是伊是一个即款的信用背景的人。但是过了几年了后，竟然上帝，互伊有一个真大的改变，就是伊成做一个基督徒。伊成做一个基督徒，早前伊上无法度理解，上看袂起，讲为什么当我犯错，我的老母叫人，我的老师敲电话叫阮妈妈来，竟然阮妈妈入到这个办公室的时阵，看到我用一种安尼，我的宝贝仔囝即种眼神来甲我看。哦，我的老师看一个火佫较倒吼，火佫较倒。我叫你来吼，就爱亲像一般的家长对无？一般的家长，若是叫去学校，爱安怎反应？安那搞囡仔，你这搞死囡仔，你伫学校一定无规矩，你到底甲我做啥物代志吼？就想要拖去猫。吼，我真正是看你哦，足切你的呢，一定要开始骂一大篇吼。
但是我的妈妈伊选择一个无共款，伊竟然用疼来包容我，用疼来包容我。其实讲实在的，咱常常咱拢想讲用安尼用骂方式较好。其实通常你想要骂迄个人，其实伊嘛知影伊做毋对较济啦吼，伊嘛知影伊做毋对较济。等到咱用包容来鼓励伊，其实伊佫较有迄个气力，佫较有迄个气力来渐渐进步。确实关系比行为佫较要紧关系比行为佫较要紧。咱甲边仔人讲一个，关系比行为佫较要紧甲讲一来。所以咱真正要真注意着毋管是咱甲囝儿的关系或者是咱甲人之间的关系，毋通为着行为来牺牲了关系佮甲鼓励者讲，毋通因为行为来牺牲关系，甲讲一来。其实关系拢会当渐渐来改变的嘛关系拢会当渐渐改变。所以我的老师伫迄个内底有一个真深的印象，就是竟然我的老母会有无共款的一种教育方式。后来这也成做一个福音的种子伫伊的心内。最近我有一个高中的同学，同班的同学结婚了，同学结婚了，敢若这李大人甲陈幼卿的安尼高中同学10几年后，怎真正结婚起来？结婚了后，就大家伫网络顶面咧讲然后甲联络着，然后甲看着这老师也参与伫迄个内底，则讲着。你敢知影伊接触到我以后，伫网络顶面讲啥物话呢？伊接触到我以后，伫网络顶面就讲有机会应该要请蔡牧师来分享一下上帝在你身上的恩典。讲哎呦喂，我都无拍算要传福音传到遮直接安尼，比我更较直接伊搁咧互我机会会当讲上帝的伫我身上的恩典。你想看觅10几年前伊是咧读大悲咒的呢？10几年前伊是讲这个基督徒是咧哪会安尼教囝呢竟然10几年后是这款的情形。初三是阮咧要开同学会，阮妈妈昨甲伊讲电话就讲囝呀，你可能爱准备一篇讲道你可能爱准备一个底讲讲为什么要准备底讲？讲迄可能迄个老师会叫你甲同学讲勉励一个、祝福一个呢？讲好啦，我会准备各位兄弟姊妹，早前否定你的信仰的人，以后敢有可能得救？有可能无？有早前迄个压迫你上大的人，以后有可能成做一个上听你的人呢？这就是互咱看见上帝的计划关过人的计划。当保罗伊想要去迫害基督徒，伊对这个犹太人、这官府得到这个命令，会当去掠信耶稣的人，要将因掠到伫倒位？掠到耶路撒冷。伫路中忽然间天有这个大光，这个大光四面照着保罗，甚至乎伊目睭看袂到，甚至乎伊失去平衡，怎摔落来。摔落马骹，伫迄个所在，听见一个声音对伊讲：扫罗，你为什么来迫害我？这个看袂到目睭伤光迄个光是遐尼大，来照着伊。扫罗就应讲：主啊，你是什么人？伊知影这个气力是赢袂过，伊知影这个气力可能是对天顶来迄个极大的气力。所以只好降服伫这个气力内底讲：主啊，你是什么人？这个有大气力的你是什么人？想袂到这个答案是伊完全想象袂到的答案。这个答案竟然安尼讲：我就是你所迫害的拿撒勒人耶稣。这是伊上无法度接受的答案，因为伊所有的拢会当接受，但是竟然是耶稣才是迄个神，伊无法度来接受。耶稣讲一句话，讲：你用骹来踢刺是困難的，你用一個人用伊的骹來踢尖的物件，這是一隻
恶担当的事。各位兄弟姊妹，有时阵咱也真想要用迄款的态度来对上帝，但是有时阵当上帝若真正显现的时阵，伊敢会嘛有可能对咱讲即句话对无？你想要抵挡我，但是你要用脚来踢刺是困难的。人想要抵挡上帝，这是困难的事。保罗佮问讲：主啊，你爱我做什么？你为什么过来？你要我做什么？主甲伊讲：起来，入迄个城，你所应该做的事，要有人甲你讲。我向你显现，是要竞选你，要派你，正做是我的执事，要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甲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找你到因遐去，要叫因的目睭来得到开，对黑暗来归向光明，对撒旦的权来归向伫上帝。佮因为信我，得到赦罪。甲一切正诚的人，当得到基业。所以，当行的人伫迄个所在，话拢讲袂出来，听见声音，但是看袂到人，可见迄个大的光，敢若保罗伊看会到尔，其他人看袂到。但是保罗的感觉非常非常的明显。扫罗对地面上起来，目睭拢看袂到啊，因为迄个光真正光，伊已经看袂到。有人牵伊入了大马士革，讲扫罗3日看袂到，未食也未困。后来主差遣另外一位的门徒就是阿拿尼亚去为着保罗来祈祷，互伊会当来看见。阿拿尼亚，上帝讲你去为迄个人祈祷。阿拿尼亚甲主讲：主啊！安尼敢对？迄个人专门咧掠基督徒诶，你叫我去替伊祈祷，伊若甲我掠起来要安怎？伊若是欺负我要安怎？这个人是一个真歹诶人，因为伊专门歹对待遮诶基督徒。各位兄弟姊妹，有可能主嘛要呼召咱，为着你认为真歹诶人替伊祈祷。迄个时阵，有时阵咱的心情可能嘛会亲像阿拿尼亚共款，讲主啊，这个人非常非常的歹，这个人对人非常非常的歹，敢真正要为这个人祈祷嘛？主却甲阿拿尼亚回答讲：伊是我竞选的器躯，要伫外邦人甲君王的面前。并以色列人的面前宣扬我的名。各位兄弟姊妹，有时阵咱看某一个人，看做伊是无愿望的，咱感觉这个人伊的一生是无愿望，因为伊所做、伊所行、伊所讲，咱是无法度接受的。但是当上帝呼召临到一个人，迄个人的一生就要产生极大的改变。甲边仔人讲者，上帝呼召会当改变人的一生。来，上帝呼召会当改变人的一生。咱本身也是即款的见证，对无？咱本身也是即款的见证。你会当想看卖，咱若无认捌上帝，咱今仔日的个性是安怎？咱若无认捌上帝，咱人生所行的路会是甚物款的路？上帝的呼召，互咱对一个无认捌的人，正做一个认捌的人。你讲我是基督徒，我自细汉就是基督徒。其实自细汉就是基督徒嘛，无表示你就有法度正做基督徒，对无？也是上帝呼召，互你家己跟对伊，互你家己真正亲像约伯所讲的同款。从前风闻有你，后来怎么样？亲眼见你。一个人的信用确实得爱有这个过程，不只是停留在风闻有你，还要停留在亲眼见你的这个阶段。上帝的呼召改变人的一生，改变扫罗
的一生，互伊对一个压迫基督徒的人，互伊成做一个高举基督的使徒。求主帮赞，互咱也会当来领受上帝的呼召。其实上帝也是呼召咱每一个人，呼召咱每一个人来跟对伊。虽然无一定是呼召咱真做是传教者，但是上帝呼召咱伫无共款的角落，真做一个尽心尽意的基督徒。咱真做一个尽心的工作，真做一个尽心的人，真做一个尽心的服侍者。保罗得到上帝的呼召了后，伊的回应是啥物呢？保罗伫大马色的路上来拄着主，伊问了人生中迄个上要紧的问题，就是主啊，你是啥物人？就是讲主啊，你爱我做啥物？伊3天的时间看袂到，伊3天的时间目睭看袂到。其实真侪圣经学者嘛讲，这个3天看袂到，其实也是表明伊过去所看，过去掠做家己看会到。但是当伊拄着耶稣了后，伊才发现，原来过去伊的人生看会到的，其实伫上帝的光的内面，拢算做是看袂到。这是一个真要紧的体会，这是一个真要紧的更新。伫腓立比的第3章，伫腓立比的第3章的第5节到第7节，伫咱的灵修的经文内底有哦，请咱先开来看好无？灵修的经文的第1讲礼拜一的经文这是腓立比书的第3章第5节到第7节，咱看保罗安怎讲到伊的体会吼，请咱做伙来读好无？来，我第8日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来讲，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来讲，我是迫害教会的；就律法顶面的义来讲，我是无通指责的。只是早前掠做对我有利益的，我即马因为基督，拢当作有损的好，咱来看礼拜二的经文，咱继续来读来。毋但安尼，我要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掠认捌我主基督耶稣做至宝，我已经为伊弃杀万事，看作粪土为着要得到基督，为着要得到基督。这就是保罗的人生的一个转变。伊有真好的学历，伊有真好的经历，但是当伊将这个经历、将这个学历带到上帝甲耶稣的光一比的时阵，伊发现原来伊掠做伊真有能力，这个能力原来伫甲上帝的光一比，这个能力拢是看袂到的，这个能力拢是看袂到的。伫这3日的内底，我相信伊在思考真侪的代志。思考啊，讲毋食毋啉。伊伫迄个思考，因为伊必须爱将伊的人生内底所真侪伊掠做是好的代志，但是伊拢爱改变啊。因为耶稣伫伊的心内发现耶稣才是主，耶稣才是主。伊本来掠做是讲伊的信仰，伊的所受的这教育是主，想袂到原来耶稣才是主。伊必须要将伊过去所掠掉的放落，颠倒来跟对这个伊进前上无愿意接受的这位。后来经过3日的思考了后，阿拿尼亚来替伊祈祷。圣经记载，伊的目睭亲像有一块稀兰来落落涂骹，亲像有一块稀兰来落落。这要表示啥物？表示伊早前的遐个固执的想法，拢完全为主来放落。伊愿意将这个想法来放落，来行主所爱伊行的工作。对答了后。就亲像保罗所讲的话，现在我的无阁是我，是啥物人伫我内面我的？是耶稣基督伫我内面我的，是伊是听我为我牺牲家己。所以对答了后，伊无阁为着家己来活，伊要为着
主叫伊做的代志来活，主叫伊做啥物呢？主叫伊一生爱传扬福音，互世间人的目睭会当得到开，对黑暗的内面归向光明，对撒旦的权下来归向上帝。各位兄弟姊妹，这个上帝呼召保罗来做的代志，有呼召你无？有无？有呼召你无？上帝敢有爱每一位基督徒，会当互世间人的目睭得到开，有无？有。上帝有呼召咱每一位基督徒，爱互人会当对黑暗的中间来归向伫光明，对撒旦的权下会当来归向上帝。上帝对保罗的呼召，其实也是对咱每一位的呼召。对到了后，保罗对大马色开始，伫逐会堂内底来宣扬耶稣是上帝的囝。听见的人拢无法度理解，因为早前伊的态度毋是安尼，伊的态度是专门掠基督徒的人，竟然成做一个专门传耶稣的人。而且伊为着耶稣做见证，会当将所有的犹太人拢来问倒，证明耶稣是基督。甚至这犹太人参详要来杀保罗，伊的门徒就伫暗时对城门顶面、对城墙顶面，互保罗对城墙顶面用绳仔互伊推落来，互伊伫迄个所在来逃走去。早前保罗会当有真好的人生，伊伫伊的信仰内底真受到肯定。伊伫即个政治界也有非常渐渐要有伊的影响力。伊是一个前景一片看好的年轻人，但是伊当伊认捌耶稣了后，伊做一个真要紧的选择，就是要将早前伊掠做，互伊的人生真受到肯定的代志，拢咧放落，拢要选择的是上帝的呼召。这是伊的人生真要紧的决定。各位兄弟姊妹，有可能上帝嘛安尼呼召咱对无？有可能上帝嘛安尼呼召咱，讲咱愿意为着福音的缘故，将咱早前掠做是有利益的来放落，将咱来跟对主，专心跟对伊，专心来伊来跑走。保罗问耶稣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啥物问题啊？各会记得无？讲主啊安怎？你是安怎？你是几罪？你是啥物人？主啊，你是啥物人？第二个问题是啥物呢？主啊安怎？你爱我做啥物？我相信咱在座，咱应该拢问过第一个问题，因为咱拢坐伫这个所在。当咱要接受福音、要洗礼进前，咱当然会去思考这个问题。主啊，你是啥物人？咱拢会当承认讲，我有相信上帝是我的天父，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圣神是我的保惠师。咱已经问过咱拢已经回答过第一个问题。但是各位兄弟姊妹，咱敢有亲像保罗同款，勇敢来问第二个问题。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主啊，你爱我做啥物？主啊，你爱我做啥物？这个问题背后来提醒咱，耶稣若是咱的主，伊敢会当叫咱做代志？耶稣若是咱的主，我敢有要顺服伫伊？真侪人嘴讲耶稣是主，但是活出来，家己才是家己的主，对无？我圣经爱我做啥物代志？迄困难啦，迄无法度啦，迄敢若互牧师中职去做就好，迄实在是无可能的代志啦。现代社会哪有人做会到啦？上帝爱咱去做的。上帝爱咱去做，我无可能啦！我这是困难的代志啦。上帝无爱咱去做的代志，讲可是迄都足好的啊，迄嘛无啥物歹啊，大家嘛拢咧做对无？上帝啊，你毋通安尼要求过头啊啦！
各位兄弟姊妹，上帝爱咱去做，咱无愿意去做；上帝无爱咱去做，咱煞去做。安尼，咱敢会当称呼上帝是咱的主嘛？来，咱敢会当称呼？咱敢会像称呼上帝是咱的主宰嘛？保罗问了这两个要紧的问题。伊问主啊，你是甚物人？伊毋若停留伫即个信仰的一开始，伊搁较问主啊，你爱我做啥物？求主帮咱，互咱来思考，互咱也勇敢问即个问题：主啊，你爱我做啥物？人的目标是啥物？决定伊的一生是毋是有价值，对无？伊的一生是毋是有价值？有时阵有一寡人，伊的人生一帆风顺。但是伊的心内无快乐，为什么无快乐？因为伊要做的代志，毋是伊想要做的；伊咧做的代志，毋是伊真正想要做的代志。基督徒咧，基督徒人生的喜乐，毋是伫我有做我想要做的代志。基督徒人生的满足，是我有做啥物人爱我做的代志。上帝爱我做的代志，基督徒的喜乐是因为军队上帝的呼召。基督徒的喜乐毋是世间人的喜乐，世间人的喜乐是钱多事少离家近。但是基督徒的喜乐是行伫主的光的道路，行伫主的疼的道路，均顺服伫伊。顺服伫伊，虽然头前有可能亲像保罗同款，爱弃杀真多物件，爱牺牲真多的物件，会拄到真多恶担当的代志。但是保罗有缘会当讲，着爱信的道我已经信啊，爱守的道我已经守，爱跑走的道我已经跑走。啊，用一句白话就是讲。我无见小见上帝啊！我无见小见上帝，求愿主帮咱。新的年要到，咱的人生敢会当行伫这条水的道路顶面？咱敢愿意问上帝这个问题？上帝啊，你爱我做的是啥物？上帝啊，我敢愿意来行你所爱我行的道路？咱要做伙来唱一首的圣诗，115首。115首，我心仰望是字宝格。这首的诗歌嘛会当讲是保罗的一个真要紧的一个信息。讲若是我断断唔看口遮的，伊要独独掠伫主耶稣基督来看口，这也是咱应该爱有一个学习的部分。咱做伙用这首诗歌来思考，咱的人生的价值伫倒位？咱的人生的选择是啥物？来，我心仰望是你宝格，永高的主替我受罪。我情心无世间荣华，但愿为主隆重帮伞，互我无敌看靠一切，只有看靠我主世界。世间所有抗议和气，为主保卫情愿帮你，来看救主头壳下手，老主保卫主爱有求。只有听通主讲袂有，
七批变正荣耀免有，世事得着保佑经，全献予主也袂交情。主听世人当看关心，我要报答全献我心。这时阵，咱要做伙来祈祷，亲像保罗予大光来照，伊有一个真深的反省。就是伊的人生早前所掠条的，伊的人生早前所坚持的，原来是应该放落的。各位兄弟姊妹，咱掠条的是啥物？咱所看口的，咱所坚持的是啥物？当迄个照保罗的光来照着咱的时阵，这的一切的看口。敢阁徛会牢？这个一切的看口，咱敢应该爱继续来掠条咧？这时阵，咱就开嘴来祈祷，互主的光来照咱，照咱的心，照咱，互咱人生的决策，会当搁一遍伫主的面前来思考。你愿意对主来行吗？你是主的学生吗？主是你的主吗？你的人生要做什么款的选择呢？咱开嘴来祈祷。主啊，伫新的年的内底，主啊，我要降服伫你。哈利路亚，主，我伫你的面前，要滚对你。哈利路亚，主耶稣，主耶稣，主啊，愿你的信心，愿你的光来照亮。主啊，阮掠条的是你，阮掠条的是你。求你帮咱，阮。慈悲的主上帝，当阮仰望你的时，当你的光来照伫阮的心上的时，阮所坚持的，阮过去所掠条的，常常成做空空。主啊，愿你的光搁一遍来提醒阮，互阮会当将这个无应该坚持的。阮应该愿意来交托、来放落、来奉献，互你来掌权。主啊，你是阮的主。伫今年的路上，伫明年要到的时，阮搁一遍伫你的面前来仰望你，求你帮赞，互阮会当好好来投入，好好来投入伫上帝的工。因为保罗若无愿意来跟对你，教会就无得到祝福。主啊，当基督徒若无愿意来顺服，互你来用，你也无法度来使用伊。主啊，求你帮赞，互阮伫服侍的顶面无得提示，互阮伫跟对你敬拜的顶面无得提示。伫小组团契无得提示，伫礼拜灵修无得提示，伫福音的路上无得提示，因为阮知你的呼召要改变阮的一生，阮的家庭，阮的所做一切，拢要充满着意义。阮安尼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